喂，我又發現咗一間民間高手嘅咖啡店啊！喺修打蘭街，係修打蘭街嘅酸圈，佢可以將一個簡單嘅 house brand 咧沖杯熱嘅 Americano 啦，係味道勁似呢個 SOE 單一產地嘅級數 creamer 又勁厚，深炒嘅豆係越容易有呢個多酚抗炎嘅功能。至於深炒嘅豆同淺炒嘅豆嘅分別咧，就係前者係酸味較重，後者咧就果味同埋花香味嘅為主。Shop 嘅 house brand 咧價錢問題啦，炒咗 SOE 嘅豆啊，相對再打得多，起碼加5蚊。即係如果用個 house brand 可以沖到一杯有果味嘅 SOE，呢個就係好經驗咯。記得飲晒杯有 creamer 嘅咖啡啦，又可以減壓，又可以抗炎，再唔係入去揾呢個酸圈。佢的而且確杯 Americano 唔咩嘅。